是伫倒位？心甘情愿陪你海角甲天边，夜半清气，两个人讲讲西嘛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，装好水水搁点胭脂，紧来紧去无一丝世界意，女人的美丽亲像花蕊，望你疼惜阮，我会愈开愈古锥，装好水水等你哭见，想要当面讲一句我爱你，忧愁的时间渐渐过去，家庭车司机，你是伫倒位？谢谢黄幼宁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幼宁，老师好，你很漂亮，很可爱，然后你的声音非常好听，然后你跳舞的时候，你跳舞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编的。你自己编的哦，好厉害哦！你的表现非常的自然可爱，然后你的音准非常好，我很欣赏你的舞蹈，然后跟着你的节拍，拍子都非常的准。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很会唱歌的一个孩子，很棒哦！谢谢。好，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哇，你们两个名字会不会那么太接近了？一个幼宁，一个幼佳。然后呢，幼宁，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是跟美很有关系。其实唱歌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从头到尾的态度呢一致是最好的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很重视美这件事情，就会让我们很注意你唱歌的主题在美上面。啊，今天表现很厉害。谢谢。